呢個地方，相信香港人都聽聞過高街鬼屋好猛鬼，咁我哋就要從早年嘅醫院講起。係戰前係麻風病院，日戰時期又死得人多，其後仲成為精神病院，最後荒廢20幾年，再重建成為社區綜合大樓，一直有各種不同嘅鬧鬼傳聞。以上鬧鬼傳聞就要由一名男保安員講起先。男保安第一日返工，就係人稱為鬼屋嘅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，係9點半左右啦，被發現佢倒臥喺樓梯，昏迷不醒。跟住警方同救護員接報到場，證實男子已明顯死亡。點解突然間死亡？死者56歲，據知有心臟病同哮喘病記錄。警方事後檢走藥物調查及翻看閉路電視，事件無可疑。最後要剖屍確定死因。而呢個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，人稱高街鬼屋，建於1892年2次大戰時，香港淪陷，日軍佔據咗呢個地方，用嚟做刑場。而位於醫院前面就係佐治五世公園，聽聞以前係一個亂葬崗，聽落都有啲恐怖，唔知大家有冇依個同感？點解咁出名？就係因為不時會有一啲靈異傳聞，而喺戰後繼續成為精神病院，因為當時醫術沒有今時今日咁先進，同埋精神病人通常都係住喺裏面等死嘅，呢座建築陰氣極重，所以頻頻傳出高街鬼屋秘聞。引來唔少嘅年輕人夜晚靜靜機去靈探，聽聞去完高街探靈嘅人都嚇到癲癲傻傻，有啲仲話見到靈體。呢棟鬼屋又有歷史，仲係法定古蹟，成日不停鬧鬼，個個都話呢個地方好猛鬼，所以吸引咗好多電影製作公司都會喺呢度取景，而喺拍攝期間都不停傳出鬧鬼事件。啲製作人員都話依度好邪啊！今日同大家講到依度，咁你哋又有冇聽聞過以上傳聞呢？又夠唔夠膽去高街探靈啊？鍾意我哋嘅頻道，記得讚好、訂閱同撳鐘仔啊！